國首個大一統王朝——台慶劇《尋秦記》，穿越時空，重返過去，見證秦朝盛世。中環神州大地，迷人陽光山色，醉人鄉土情懷。台慶劇《尋秦記》，走是故鄉醇，10月隆重登場。雅夫人同埋呢位項少龍喎，呢個死淫賊都唔知佢心裏面究竟想緊啲乜嘢。原來喜歡一個人係好辛苦嘅。提親，女人一定唔會嫁俾連俊呢啲卑鄙小人。只要烏堡主俾多少時間我一定可以以行動證實一切。你咁何苦咧？頭先同連俊飲酒嗰個係咪烏小姐啊？係啊，連俊。